大消息，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昨日因的中常会，常常突然间来宣布讲，征调行政院的前院长张善政参选桃园市长，这是引发到基层的大不满。身兼桃园市党部主委的议长区域胜是气假张尾阿嬷，随着退出到国民党内部军内的内的群组。啊，那在地立委李玉玲讲刷落来，无摆除任何的动作，是不是会参选到底，要来思考。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日中常会征调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参加桃园市长的选择。之前没听说啊，也没有说跟我们的议长或地方大佬稍微做个协谈一下。中央提名，和国民党同市党部主委的议长区域胜无愿意参加中常会背书，昨暗时嘛退出几个的南营内部的赖群组，洪街头是对朱立伦无啥的抗议。他退出中常委的群组，真的是很遗憾，过程荣获不圆满。不周全，但是真的情非得已，是应该要跟议长多做一些沟通，因为毕竟未来议长也是一股很重要的辅选力量，掌握最佳的时间去弭平这样子的一个伤痕或者是纷扰哦，我想这个是中央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有一些声音的话，我觉得党部的体系要去听一听吧，要去修补一下。路边提供的市政复选的承诺，原本这个争取党内提名的台北市前议长罗志强嘛讲起，立委李玉玲嘛讲袂当接受无摆除有任何的动作。现在我还在思考，未来有任何的新的决定、新的方向，再来跟大家报告。如果他们有一个正当，然后而且有规划的程序的话，不至于会让国民党里面变成现在这个窘境了。我判断他们是嘴巴讲对桃园选举有信心，其实心里很空虚。就惊有人参选到底造成分裂，国民党立委呼吁大局为重。南营桃园之乱下半场恐惊才拄要开始，毛朱立伦和张善政安怎整合基层不满的声音，充满挑战。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